很多年来，见榴莲推出，如果放到无价喎，农委会甚至出来提倡飞扬降产。为做到通过农田数迁出路，台南艺术大学的学生说服学校附近耕田大家的榴莲农无啥药的，用友善土地的方式来种。不过农民没想到产量会变得暗少，因为韩国没想到的是，一群学生体能保证，数成一多，如体能天卖一多。一群同学如用名路一个媒介，因能同榴莲按名做橙色。经过名路向大家宣传，韩国媒体报道，当真天单将唔系多。因为韩国希望的是能把社区使得靠自家的力量，本采替农业因上修下去。廖丁子，廖丁。佢喺商业佢哋态度上，可能人经过租金很买。你们要去采花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铁牛车载你们去。对啊，真的好玩。而且车可以先停旁边。除咗拜六礼拜，啲都順拜壇嘅以外，很多隻禮拜，一群後生人也啲台南藝術大學教研度賣現在榴蓮節。因為香港嘅學生嘅高小領到新鮮嘅榴蓮節，我係感覺講，因為有係無農藥嘅，對身體較好。係啊，我感覺講一個係做得好好多人在地。其實都係台南藝術大學嘅學生嘅，就算當日炸榴蓮炸到2數上人通，也無數半仙切，味道嘅最後聽數賣，附近人大家嚟種嘅無農藥嘅榴蓮。賣榴蓮汁其實很累，因為一天可能就賣個100多杯，然後都是手榨的，然後其實那是很累的事情。可是我每天也都在想說，我好懶得賣。可是回來，然後就看見農民，然後很開心的那種表情，然後跟我們講他很謝謝我們，然後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很開心的時候，就不太累了。我從頭到尾都跟人家講說，我不是盤商，對，我不是要做盤商。人家說，那李安慈，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所嘅學生嘅，也係最同一個大家無毒榴蓮嘅人。當初為老當地農民提出，試看那種無食藥嘅無毒榴蓮。還保證會同農民聽數賣，其實最尾都一個當簡單的原因。因為我們學校就在大旗，學校的位置就在大旗，所以其實我們也就住在大旗，也就生活在大旗，然後其實都是鄰居。那平常他們種芒果、種柳丁，他們噴農藥對他們自己的身體很不好，對環境很不好，對我們學生生活在這個環境其實也不好。因為都係高技術的大家，為啲台南的耕田產區。愛山呢又起又短，早晚按做大家，但一片的居民，但是從附近的烏山條水庫種植的蔬菜，曬到一片呢。昨年，但是啲水庫地度是油酸的落色，水庫種唔得油酸觀光過後，就改種高技術為主。也合後生人，但是曬到腦半，將村到老人家較多。而家啲學生都係嚟，有陣時都係嚟做乜睇緊。當時曬哦，當時曬。愛就嚟，都嚟啲做啲應做啦，愛嚟做。5年前，南醫大建築藝術所社區營造組嘅成設，佢哋同考察老大家社區結合，本學生嘅行業社區。既然學校旁邊，我們就是大旗村的66號啊。所以當然應該要關心這個社區啊，那所以我們也就開始有學生進來啊，就跟居民互動這樣。啊，其實這個很重要的過程是在慢慢建立互信啊，那個信任感有了之後，大家才會覺得說，願意可以做一些事情。5年來，學生喺啲社區度來來去去，老人家訪談、期盼發通、免費限制嘅空間，也係啲社區度做藝術嘅展覽表演。不過，產業發展還卡係愛做嘅。對於居民的生活而言，哈，生活環境是一部分，可是呢，更重要其實是他們的經濟產業的這部分。今年就有2個農民配合一個計劃，唔食藥嘅，不過佢實在冇想到，收成冇咁好。啊，我唔知影會損失遐嚴重啦。我今年損失差不多，我本地滿17000，去年較少滿17000幾斤，今年煞。我頭6000斤啦，阮來起袂啦，我去講無啊啦。3股嘅產量就少咗2股，假使我行個好裝做的，
不过卖家是就算比市面上卖的有机榴莲更加便宜，还是均衡农法的产品。一啲學生嘅也會想，咁真件賣出去係。我怎么有这个勇气去答应农民说，不管种出多少，我都帮你卖完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哪来勇气的。但是这个当然产期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担心我卖不完等等。呢樣次嘅貼，同一個高層用普洛格來放鬆，同時就是老消費者講，品牌做人做誠實，前來同學作為包裝設計、用路行銷一啲工作。诚实这件事，这个品牌的原则，也不是说要无农药，或者是一定要零检出。就我追求的不是这个，我追求就是诚实，就是我很老实的告诉你，我这过程中到底我有喷什么，我没有喷什么，然后我是怎么做的，然后你消费者自己决定。這樣一篇篇普洛格嘅文章，透過 email 面述並津貼寄出去，開始有人注意到台南山區有一群學生嘅聽說賣無毒嘅榴蓮，陸續來駐園來買，有人更加特別依到大家嘅果園來摘果子。榴蓮賣數無唔錯啊，但是那吃到無農藥，無化學肥料，清瘦啊，對，就從到台灣有嘛大環境污染挺嚴重啊，嚴重你大家像來推廣這種的有機的環境是很好啊。不是一直拍，就是反正就一直打電話來，然後就一直在問說什麼，哎，還有沒有柳丁啊？怎麼賣啊？可不可以差價啊？要不要運費啊？一直打。第20件無天錯嘅天單度，短幾個禮拜，4股嘅榴蓮就賣出嚟3股。經過媒體報道過後，更加是知道本單就唔多嘅榴蓮，一下都賣到冇貨。不過呢樣子講，一條看新聞來嘅消費者，其實一度連誠實嘅理念都還冇乜清楚，仲媽媽風走來買，係件唔好看到嘅。反正就是那跟消費者的關係，我就覺得就是全部都很陌生的，就是看電視來都很陌生，然後他們都就可能只是搜尋部落格跟我的電話跟 email， 然後可是他們都沒有去看我部落格裡面寫說，比如說我為什麼定價25元，然後為什麼我不是有機的柳丁，你不要跟我說你要來買有機柳丁，因為有機要認證啊，我沒有認證啊。不過農民一開始有嘅信心，個體嘢係上愛抗體經驗。設計一級檔嘅榴蓮葉，冇一個食藥嘅，還有其他農民個體嘢一想嘅工業。有可能我若做有機食，因就會對啦。這個免不了啊，做飼的，咱這莊稼的人的所在，就講較現實，就講飼的你先去飼，你若飼會使，我才來對。農民同學生嘅合作有好結果，雖然當聽，不過農民相關條度還係會少。一條位學生嘅畢業過後，我用結實咯。我按算講完全，我有嘅榴蓮，我就是要全面攏有落安尼做。我就咧講，啊你畢業啊，我要安怎？伊講伊畢業嘛，會去幫忙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你。就像遇到學生嘅一時嘅愛心，短短嘅一週過後，實無辦法繼續下去，也係李安慈一群學生嘅會受嘅。故所就算今年無農藥嘅榴蓮當數度歡迎。家條件開始思考，我用嘅圖大部分嘅手術加工，都做得由社區嘅成員自家來做。不應該都是靠一時的善意，然後來節省了勞力，那內部的錢好像就是來變利潤，那個不長久啊，不長久。所以我真的關心的反而是這一塊，就是我們這樣一個事情應該。再 run 個3年5年，真的都能夠很穩定，甚至那個面積擴大了，那個才算成功。想說有沒有可能，比如說是今天社區種柳丁，然後媽媽們是來做果醬，然後社區的年輕人可能可以幫忙在網絡上行銷，然後它整件事情是社區的，就是老老少少是可以一起完成這件事情，然後這中間所有的利潤都留在社區。希望蔡天業和土貼都konkr獻的單純的夢想。南醫大學生嘅唔單止行到體現實際去做，一啲事業有可能當年都做得來分享按甜嘅果子嘛。
闽南几道老火风塘下强风的土地良性，2片芦苇下嫩，土中生泡肉，体内出黄金。也变做闽南秋天寒天冷油的农作物，西罗皮的本人安名做泡肉罗皮的嘅由来。田论种的面积因来引发，泡肉罗皮的呢因来因无价喎。故所也证明闽南民间团体如此论，透过生产面积的控制管理，还个鼓动营养，也得多元化的收入，希望是得保障农民。在北岛太麻集，表面嘅上一头内地都不出来嘅泡肉罗皮的人工嘅，就啲闽南嘅记录上看得到，也正式宣布嘅，当年寒天嘅时节，寒天嘅农特产泡肉罗皮的。第市面上买到嘅，出破百米，将啲农费朝市面头切，但是难得一铺台嘅泡肉罗皮的，天天呢都入细罗皮的机器度，用水冲过，一条条泡肉罗皮的，看起来很可怕。罗皮的肉就安尼走差唔多2寸长呀，按伊嘅差唔多像伊呢脚头边按太呀，嗰度咱们都好棒诶。种嘅三分之一刘总归兰，佢加一点一盒，佢今年种嘅泡肉罗皮的有几张？頭先我要講嘅咩？像我廿八塊要改號，36年係好棒嘅，喺平常啊嗬，40年，平常40年，按過唔到40到50年啦。誒，廿八天氣好，要多而上到捱也多，一砍長嘅多落雨，那個都快要一定價㗎。我喺忙地啊，36年啦，看到啱樣喺路邊你眼睇條雲。早期自日本帶入來嘅泡肉羅皮的，當年天然規模嘅國鐵過後，闽南居民作為野人嘅，等也內度嘅泡肉，一因接闽南嘅內接當適合泡肉羅皮的，故所有隻季節，慢慢看得到長悠悠嘅羅皮的田。佢啊，嗰啲水，按嗰日嘅奶子啦嗬，嗰樹羅皮嚟嗰長，按唔假使講啊慢奶啊，而三喺我按炒嗰度安尼像人參肉嘅嗰種嘅。哦，買腳拉爬嘢。唔過叫貴嘅泡肉羅皮的，做喺天時唔係吉祥惡業，農民就凄慘嘅。去年呢啊，還細細，人起水上羅皮嚟都落睇，那個要連續落1禮拜都沒長長嘅。按廿八時啊，落1日2日了，按羅皮嚟嘟好棒嘅唔怕嘅。17年前，闽南農會開始推廣泡肉羅皮的過後，泡肉羅皮的名聲越來越大，種嘅面積一年4年嘅變多，太出嘅時節，價市還會跌得當慘，害農民了錢。2009年，闽南農會係因為按樣出面來輸給30萬件來維持市場嘅價市。今年要睇條，要好，係唔會差啦。今年呢，你落俾啦係唔會差啦。價市場見啦，嗬，也係要6-7的人啦，係要7的人，係也人花的人啦，係要7的人啦。比往年如果好啲啲咧，往年都5個人、6個人，啊，見過好啲啲咧你啊。當然，輸給嘅泡肉羅皮的，也全部拿來做加工、滷鍋。做成闽南居民平常會食的羅皮的，最後一撥泡肉羅皮的，唔單止一種出路。安尼羅皮除了可以講延長一個羅皮的一個櫥窗的壽命以外，吼，嘛對於安尼肺支氣管、肺部的一個呼吸氣道安尼部分來講，吼，非常具有療效。吼，啊個嘛得到中醫師的一個認同，所以安嘛希望講按透過個羅皮的一個製作模式啦。可以講嘅用羅皮的一個加工的方式啦，可以增加一項。泡肉羅皮的放起來，也唔係個搶買到上線的市場，加工也變做主要的收入之一。有啲頭講奶糠，啊日嘅年熟安尼年過去馬上去滷嘅。哦，叫拿到滷嘅啊。嘿。啊，唔假使安尼有流安尼18啲頭呀，像而家上北賣啦，也要提市場賣就安尼流先，而家還有水分，你會過晚夾走嘿。為了夾農民上菜來種，今年闽南農會也從賣鹽嚟來做，用種冊登記制度，希望土種嘅面積限制喺120公頃。農民種出個羅皮的數量
安尼可以掌握。过讲，比如讲像安尼闽南农会买120公顷的优良的种子，买出去以后，农民个来种个下，安尼天要甲伊讲，phải是安尼种子买迄个无诶。天意要甲伊讲，无希望无以市面上该买落批的盐的来种，因为安尼可能会超过量。大棚买盐的时节，一个农民按分批来做，淘烹用落批的产柜绑藏来，分散脱伫市面上流通的落批的数量。原本安尼一般差不多双十节前后的。过今年就有人提早到9月底就开始种，所以目前来讲，今年生长的落批差不多就9月底嘅下来出产的一个种植的落批咧。所以讲因为讲透过个方式啦，按今年落批季啊吼，土创以后可能到1月中旬，可能还会有安尼烹油落批的一个生长的期间。这边有。除了控制种的面积，遇到土落批的家私办过以来，闽南农会一连续2年举办股东会。第3季前用每股550元，也补助最少就得帮到50件落批的方式来模式股东。达成营业的股份以后，有固定的一个开业的日期。你咧开业日期之前，伊随时都可以来看下个落批的上动样的安尼。因此，内容有几批无红药，有的股东甚至一股就得帮到100件安多。不过参与股东会的农民少讲，可能像係食亏，不過係真嘅好處。特分貼50股嘅應用方式，農民唔單止唔是世界嘅情形下，也保障有2萬元嘅收入。我少講嗬，我安尼落批嚟嗬，安尼假使和像今日市場上養5個月咯，養6個月咯，3個月啦。安尼唔會擔心呀家私啦，就算會過啊安尼馬上也應該安尼本社會責任歡喜嘅啦連2年來參加股東會議正式末，世界行喺調整嘅生產嘅計劃，順定落批貴，啲順行中嘅保守調出也掉，最後把握消費者到田地度情報嘅心理。天然我就常常種落批咧，也就常常來買落批咧，我就會問，係有乜嘅好唔能賺嘛？我樣地講嗬，原來嗬，有想講嗬，唔好想買到大行，人個希望嗰度種安尼變，人100來可以買嗰度種。個法來樣嘅安尼啊，透過個多元的一個產銷的模式嘅，包含講有啲話嚟批發市場，有啲嚟觀光體驗嚟幫落批咧，有啲嚟做加工，有多元的一個行銷模式，對農民嚟講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保障。本等家家戶戶田順種一些地業來做流動嘅製作嘅烹飪落批咧，認真口感又香又甜，天天嘅受到市場嘅歡迎。為了降低家私變化安態。此等用股東應用嘅機制，推廣加工，最希望也細細嘅朋友，做得持續為農民帶來實際嘅收益。